第9届美国传承杯国际艺术节压轴篇暨颁奖盛典进入倒计时，来自中国、美国及世界各地的艺术家近日齐聚洛杉矶，投入最后阶段的乐队合成与舞台排练。6位知名指挥携手众多艺术名家，精心打磨每一个演出细节，共同迎接7月25日这场承载多重纪念意义的艺术盛典。本场压轴演出，同时也是美国中华国乐团建团10周年庆典音乐会，并且肩负纪念越剧诞辰120周年、越剧宗师王文娟100年诞辰的重要使命。多重文化纪念主题交相辉映，让本次盛典意义非凡。本届压轴盛典完整指挥阵容共计6位：王官仁、姚深深、李忠和、张昭、邢长江、王丽娜。6位指挥深耕海内外专业艺术舞台，在民族管弦乐演绎、合唱编排、大型文艺晚会创编领域皆有极高艺术造诣，将合力为本次盛典打造高水准的艺术呈现。本次合成排练仅有前5名指挥到场全程参与，其中王官仁现任中央民族乐团青年常任指挥，专注民族管弦乐作品创编、排演与公演，是国内民乐界极具发展潜力的青年指挥中坚力量。姚深深任职上海民族乐团常任指挥，深耕民乐舞台演出、中外艺术交流与青年演奏人才培养，从业经验十分丰富。李忠和为本团桂冠指挥，潜心钻研民乐指挥艺术，长久以来助力乐团艺术水准稳步提升。邢长江及作曲、指挥于一身，专注中华民族音乐创作，大力推动民乐在海外的传播发展。张昭担任美国中华国乐团首席指挥，扎根洛杉矶多年，始终致力于中华民乐在北美落地发展，走向国际。王丽娜为专职合唱指挥，负责整场盛典合唱板块的编排与指导工作。非常荣幸受邀参加第9届传承杯国际艺术节。这次呢，我将为大家带来经典的电影音乐《青松岭3部曲》，以及呢，我还会和我的父亲著名的二胡演奏家王之辉老师共同为大家带来二胡协奏曲《苦菜花随响》。那么也预祝呢我们的乐团美国中华国乐团能够在这个艺术的道路上勇攀高峰，继续传承我们的国乐经典。非常高兴呢能来到洛杉矶参加第9届美国传承杯国际艺术节的闭幕演出。我是来自上海的指挥，所以呢我带来的曲目也会有浓厚的上海的味道，有一首上海滩的民族管弦乐作品。另外呢，我还将带来2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大海啊故乡》以及越剧的经典名段。希望我们的演出能够给大家带来美的享受。我最后呢是给大家呢跟乐队合作，去表演一个赛马和花好月圆。我预祝这场音乐会圆满成功。那么在这次艺术节活动当中，我们也是结识了不少新朋友，迎来了不少新朋友，为我们艺术节增光添彩。而且今年更重要的是，我们美国中华国乐团成立10周年之际。那么在如此特殊的时刻，我携全团的演奏家们为大家带来了红楼组曲，那么以此作为乐团成立10周年的重磅演出，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作曲的京腔京韵的民族管弦乐京韵情缘奉献给大家，并由我现场指挥，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本届压轴盛典名家云集，阵容璀璨，海外资深王派越剧名家乌素斐坐镇越剧篇章，携手范派小生蔡新芬，优秀越剧演员王亚梅，带来经典折子戏《孟丽君》，见画像《孟丽君游上林》。演出特邀上海越剧院主胡演奏家陈新章，戏曲思鼓王九妹现场伴奏，正宗专业的戏曲伴奏编制，原汁原味还原越剧风韵，尽显中华传统戏曲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独特艺术魅力。在7月25号的传承杯艺术节呢，我们3位将为大家带来越剧的经典《孟丽君》这是为了纪念越剧诞辰120周年，也是为了纪念我的恩师王文娟老师诞辰100年。我是从波士顿专程过来参加演出的。对，蔡先锋呢是著名的越剧宗师范月娟老师的嫡传弟子。那么
王亚梅呢，是我多年的搭档，是我们海外粤剧联盟的副主席。我这次呢跟 Sophie，在这次那个传承杯里面，我跟 Sophie 演的是孟丽君的片段《游上林》，请大家欣赏。全国金奖二胡演奏家王之辉重磅登台献演，他常年奔走于海内外各大艺术舞台，斩获多项国家级演奏大奖，舞台功底扎实，艺术修养深厚，演奏极具感染力，是当今中国民族器乐领域的代表性演奏家，也将成为本次盛典的亮眼看点。我们美国中华国乐团是一支名声在外、水平相当高的，在国内、在北京、上海都非常享有盛誉的一支国乐团，也是我们海外乐团的最有代表性的乐团。所以呢，这次能和我们美国中华国乐团合作非常荣幸希望大家能够观看我们的演出。在本次集中排练环节，首席指挥张昭带队打磨87版电视剧《红楼梦》经典配乐组曲，由崔楠演唱经典选段《红豆曲》，经典声乐作品《大海啊故乡》同步完成排练打磨，由贾冰登台演唱。本场音乐会乐团首席由杨瑞担任，美国中华国乐团、美国中华青少年国乐团全体成员悉数到场，通力完成所有节目最后的舞台合成工作。受这个我们李总的邀请来担任首席，预祝演出成功，祝福我们美国中华国乐团能够发扬光大中华国乐。这次在美国传承杯艺术节闭幕式中演奏《梁祝》《红樓夢》《花好月圓》等，祝賀演出圓滿成功。喺本次音樂會，我會擔任嗩吶獨奏演奏《山丹丹花開紅艷艷》呢首樂曲。感謝大家過嚟多多支持。熱烈祝賀第9屆美國傳承杯國際藝術節取得圓滿成功。排练现场有条不紊，热情高涨，5位到场指挥轮番上台执棒，乐团演奏员、戏曲演员、歌唱演员默契协作，反复雕琢音乐层次、节奏把控、舞台走位与整体艺术氛围。恢宏壮阔的民族管弦乐，婉转柔美的粤剧唱腔，真挚动人的声乐演唱，古韵悠悠的红楼配乐交相绽放，全方位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有的时代风华。历经9载耕耘发展，美国传承杯国际艺术节已然成为海外华人极具分量的文化艺术品牌，是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搭建中美艺术沟通桥梁、助力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重要平台。7月25日，6位指挥名家将携手海内外艺术名家同台献艺，以国乐贺乐团10载荣光，以乐韵致敬粤剧100年与宗师风骨，为现场观众献上一场精彩纷呈、底蕴厚重的国风艺术盛宴。美国城市卫视现场报道。